午时3刻，烈日高悬，后山却浓烟弥漫。原来尹照命衙役掘了一个深坑，并在坑底点燃柴火。尹照接下来的举动，更是让人漫无头绪。把尸体抬过来。一炷香的功夫，待尸体温度升高，遂将其抬出。取酒醋和纸来。《洗冤记录》验尸章有记载，尸体回暖后，用浸染酒醋的宣纸贴于尸体表面，隐蔽的伤痕便能显现。然而，当仵作将宣纸一张张揭开，却发现张顺体表没有半点伤痕，并不像张坤公子所述，两人曾发生激烈打斗。张顺还不罢休，俩扭打起来。检验尚未结束，沿着身体往上，最后只剩下颈部的贴纸。这是尹照最后的希望。随着贴纸被缓缓揭开，一条伤痕赫然可见。